那么藏传佛教分成外、立、密这三个。外是什么呢？主要是外修出家的戒律，这就是小乘的。那么内是什么？内心内修大乘的法心，这就是显宗的大乘的法。密修就是密法。什么叫做密法呢？因为要大智慧的人，然后就是获得大成就的人，然后就是用智慧来可以认知实践以出世间的一切都是观想清净的一个静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去修持的法，这就是密法。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也有很多的解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再一个一个的解释。但是这个来说的话，就是等以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也是我会不断的就跟很多的弟子，目前也是有跟很多的弟子有不断的解释，不断的讲。但是以后也是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更多的解释。但是要知道，藏传佛教是三乘的融体，在九乘佛教的融体。那么藏传里面也有四大教派，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就是当初第一次莲花生大师在所传的这个法就是尼玛派。那么就是不同的在印度的那兰陀省里面，在修行成就的不同的成就者，不同的高僧大德所传下来的，在印度的这些怎么说呢，大成就者所传下来的法，那么就是不同的在藏地的一些人士，一些那个班智大，有些那个去在印度听下来的法，然后再一一在这藏地传下来的法，成为了，然后就是噶当派，就是现在所叫格鲁派的，那么就是萨迦派、噶举派等等，这些一切都是，其实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互相都并没有任何的矛盾的，但是主要的要修持的也是一样的，但是修持的方法上面也有一点点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一个人从一个地方要去一个地方，那么有些人就是坐飞机，有些人可能是坐火车，有些人可能是坐汽车，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而已。主要的从这里出发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一样，到达那里的怎么说呢，目的地也是一样，主要是路线上面的有一点的快跟慢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上的差异而已。但是这互相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矛盾，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佛陀的教义。所以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上有完整佛法的一个地方是唯一的，就是西藏。